好朋友，大家好。梦亲亲像风吹的飞，飞远无的吹。冷冷的风来讲情话，天情地意才你收回。一阵雨，一阵雨。风吹人甲冬孤孤，我的心可比风吹遐艰苦。风吹过，风吹飞，惊你飞走，无人来陪。有情深深永远藏心内底。放你飞，放风吹，放你飞去无后悔。我的饮酒一杯，藏在心肝底。望你飞，你紧飞，天边海角无底吹。咱的感情哪会一去不回？谢谢。今天天气有点热啊，多喝水哈，保重身体哦。谢谢你们。好久没有唱舞台车了，给我们所有工作人员热情的掌声，好不好？谢谢。感情亲像风吹的飞，飞远远无的吹。冷冷的风来讲情话，假情假意才你收回。一阵雨，一阵风，风吹人甲冬孤孤，我的心可比风吹遐艰苦。风吹过，风吹飞，惊你飞走，无人来陪。有情深深永远藏心内底。放你飞，放风吹，放你飞去无后悔。我的饮酒一杯，藏在心肝底。放你飞，你紧飞，天边海角无底吹。咱的感情哪会一去不回？放你飞，放风吹，放你飞去无后悔。我会想你，永远藏在心肝底。放你飞，你紧飞，天边海角无底吹。咱的感情哪会一去不回？咱的感情哪会一去不回？谢谢放风吹。所有北投的朋友大家好，还有我的粉丝你们好，我是许富凯。谢谢。哎呦，几点来的？几点来？2点，再来。2点。是因为来看我吗？真的是，谢谢啦，敬你们一杯，把水拿出来。今天非常开心来到了北投，然后呢，也谢谢我们今天所有的工作人员，还有我们的厂商朋友们。接下来呢，我要唱的这一首歌什么歌我忘记了对，看这个样子，希望晚一点，等这个整个活动结束的时候，我们下一点雨，让我们那个气温降温一下，好不好？对，带来这一首，因为我在后刷出来不？先卖压出来，因为这吼压出来的就好，爱用唱的就好啊。都来这首后刷奖一起唱，谢谢。那个不是那个哦，不是真的打雷，不用收衣服。
所热情的掌声加尖叫声。有缘是路雨暝，野山陪你行，想当时行斗阵，两人相偎。情海是度变卦，马赛唱好声。流恋敢有脚纸，无嘛准线。送你送到这，雨伞予你行，这阵雨水是注定。唔通搁再提起无了的手纸，你若无心莫牵拖。送你送到这，雨伞予你行，外头是阮的孤单。阮对你提起心内的疼痛，一段感情放雨伞。是路雨暝，野山陪你行，想当时行斗阵，两人相偎。情海是路变卦，马赛唱好声。流恋敢有脚纸，无嘛准线。送你送到这，雨伞予你行，这阵雨水是注定。唔通搁再提起无了的手纸，你若无心莫牵拖。送你送到这，雨伞予你行，外头是阮的孤单。阮对你提起心内的疼痛，一段感情放雨伞。来，一起唱哦。送你送到这，雨伞予你行，这阵雨水是注定。唔通搁再提起无了的手纸，你若无心莫牵拖。送你送到这，雨伞予你行，外头是阮的孤单。阮对你提起心内的疼痛，一段感情放雨伞。阮对你提起心内的疼痛，一段感情放雨伞。谢谢。后面刚好有一只很大只的雨伞，哦，这个是我们的，都是老神木了，对吧？对，哎，你好。哦，你好，你好。给我们漂亮的主持人掌声加尖叫声一次。谢，不敢。哇，终于第一次听到傅凯现场演唱，真的好好听哦，大家也觉得好好听，谢谢。哇，今天真是太幸福了，我今天的耳朵非常的幸福，可以听到这么多好听的歌声，谢谢傅凯。跟大家见面，我觉得很幸福。真的哦，哇，我们今天大家彼此互相给予了满满的幸福。谢谢。好，我接下来想要访问一下傅凯最近有什么行程，或者之后有什么样的计划，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？啊，最近啊，应该还是陆续有一些活动，对。都会在我的粉丝专页呢跟大家公告，那也希望大家如果可以的话，时间允许的话，可以到现场来听我唱歌这样子。目前是这样子，那也
也在一直在筹备新专辑，但是呢，新专辑，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就是会比较慢工出细活的，这样子更棒，我们就可以听到更完美的作品，对不对？谢谢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这个因为很难得邀请到富凯来到现场，是，没错，所以呢，除了请大家赶快先把富凯的粉专按赞抢先看起来之外呢，我们现在想要拜托富凯一件事情，我们今天因为也有邀请到盘寿营造的宋总经理，还有我们现场非常多的同仁，所以是不是可以请富凯跟大家合影留念一张？好的，哇，太开心了！那我们现在请总经理带领我们所有盘寿的同仁，我们一同来到舞台上，好吗？谢谢总经理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也请总经理站在富凯身边，哇，还有先握握手，好开心哦，哇！好，那我们请所有的同仁一起来到舞台上，要小心阶梯哦。好，那我们来到舞台中间之后呢，好，来我来帮大家安排一下位置，继续往前走。好的，我们左边、右边都可以站人，我们站稍微平均一点点。好，大家口罩可以脱下来。好的，我们其实人数的话其实是 OK 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站一排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那我们先请2位在正中间，那我们所有的同仁在2侧。好像刚刚好哦。来，请右边的人往左转半圈，左边的人往右转半圈。好，没错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来，我们往中间的镜头。我们现在要先看哪一台？来，摄影师挥挥手。摄影师在哪里？摄影师在哪？好，来在前面。好，来在侧边。好，我们看向摄影师。好，来，我们一起比个赞。好，右手比个赞。好，看向摄影师。好的，那我们好 ，OK 了吗？摄影师非常快很准。右手边朋友要吗？有没有人要一起合影一下的？好，那我们来扫视一下。好，来我们中间的这个录影的这个摄影机，我们跟摄影机挥挥手，好不好？请所有盘寿的同仁挥挥手。好的，好，谢谢。那我们也谢谢富凯，好，也谢谢所有盘寿的同仁，谢谢宋总经理，请先下台休息一下下。好的，那么接下来我就要把舞台继续交还给富凯喽。好啊。好的，有请。对，因为呢，在台北我很少会有唱到那种下午的活动，对不对？是啊，所以呢，今天在台北可以跟我的北部粉丝见面，我其实非常的开心。还有我一些中南部的朋友也到了现场来给我加油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要唱的这一首歌呢，非常的可爱。对，因为今天大家可以聚在这个地方呢，要谢谢我们盘座，所以呢，我希望大家比个爱心，来给我们所有的。给我们所有工作人员，好不好？来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后壁咧排队可能无用，按较大声的，甲因讲，按今麦来唱一下。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再来这一首《米酒配》送给你们，谢谢。谢谢。风吹吹来南满满，不知遥远的伊敢有加他山。今夜的天星，你一定知影。痴情人思慕的心情，犹如是三更半暝的暗暝。梦境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，不惊月亮笑阮这呢痴，爱你的心袂停止。来，用双手借我，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，为你化作冬天的彼白花。惊你受风吹，惊你凉冷规暝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，日日夜夜为你热情如火，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杜家无介大声呢，搁一遍好不好？再大声一点哦，后面还有2次的机会。你是我最爱的宝贝，很好，给自己一个掌声。
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，不惊月亮笑阮这呢痴，爱你的心袂停止。路偌多你小小的温暖的面照陪，为你化作冬天的那个花。惊你受风吹，惊你凉冷规暝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。路偌多你小小的温暖的面照陪，日日夜夜为你的情如火。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面照陪，为你化作冬天的那个花。惊你受风吹，惊你凉冷规暝。是我的一切，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面照陪，日日夜夜为你的情如火。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。全场一起哦！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比久一点，让我们的摄影师大哥拍一下。宝贝，谢谢，你就会。谢谢。开心吗？开心，很开心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再来唱一首比较嗨一点的歌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大家容许我喝一下水，谢谢。因为天气真的比较热一点，所以要补充水分，好，把水揢起来啉一下哈。接下来呢，我要唱的这一首歌比较嗨一点的歌，有一段时间没唱了，这一首歌呢，也希望大家不要要把防疫做好，口罩戴好，酒精喷好喷满，手一定要清洗，对，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。那也希望大家呢，不要像这首歌一样热伤风，好不好？对。热伤风真的。以目前来讲还好啦，但是那个也不要有啦。疫情真的是很可怕，对大家就是保护措施做好。好，谢谢。再来这一首。热伤风。那个隔壁的那个住户不要紧张，这只是音乐而已。来喽。还有抽奖，等风险金，扫地机器人，希望大家今天可以抽到大奖。无法度感情在南河，人心若感冒，戆戆对着你的脚步，扰乱阮的路。看着你心跳面红红，敢是咧做梦？不知已经伤风沉重，搁甲你人安安。一番情头予你糊涂，是我心茫茫。入去太深，像咧上风，中要掠光。你的目睭，你的嘴唇，你的温柔戏人，我的灵魂拢闪无芳。你的眼神，你的笑容，你态度冷冰冰，温度无够，爱变心痛。我的伤风，我的感冒，真伤心加轻松，想要挽回的情无彩讲。爱情梦换你笑笑，看我醉茫茫。再看这，再看这，听我欲说。
情的蓝雨，阴阴那感冒。戆戆对着你的脚步，扰乱阮的路。看着你心跳面红红，甘是咧做梦。不知已经双风叮当，搁甲你难安安。一款情头，予你糊涂，是我心茫茫。入去开始，像咧上风，用要抓狂。你的目睭，你的嘴唇，你的温柔稀人，我的灵魂拢闪无芳。你的眼神，你的笑容，你态度凉冰冰，温度无够，爱变心空。我的伤风，我的感冒，真伤心的轻松，想要挽回的情无才讲。爱情梦我你笑笑，看我醉茫茫。这项这，这项这，骗我余生。就你的嘴唇，你的温柔稀人，我的灵魂拢闪无芳。你的眼神，你的笑容，你态度凉冰冰，温度无够，爱变心空。我的伤风，我的感冒，真伤心的轻松，想要挽回的情无才讲。爱情梦我你笑笑，看我醉茫茫。这项这，这项这，这项这，这项这。骗我余生。谢谢。哇，热情的掌声，谢谢傅凯。OK。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，是可以请你帮我们实现一个宋总经理的愿望啊？怎么了？啊，宋总经理想要跟您合照一张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现在请宋总。还是宋总经理会唱什么歌？哎呀，好的，那我们请2位，我们顺便是不是可以跟大家所有人全部一起合照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请2位，我们来到舞台下方好吗？好，来，我们直接从正面，好，来到舞台下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请摄影师来到舞台上。好，2位站在正中间。好的，各位粉丝朋友们，热情的尖叫声！哇！好，全部人看向摄影师。1、2、3。好 ，OK， 谢谢，掌声，谢谢傅凯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。谢谢大家。哎，不对啊，我是不是也要跟我的粉丝拍一张？要自拍一张吗？自拍，好，来，大家坐好，别乱跑，等一下无法入境，好不好？来，大家留在自己的位置上哦。好，那我们这边一样要请大家，看向台上的镜头哦，看舞台上的镜头哦。好，来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1、2、3。好，大家不动哦。好的，我们摄影师也帮大家拍一张了，没错，自己找翻纸啊，来看镜头哦。